只要瓦實提皇后，讓眾人睇下佢嘅美貌。我唔會成為被炫耀嘅物件。皇后瓦實提拒絕前嚟。佢唔再係皇后。嗰年我15歲，心裏面嘅花剛綻放。我以為自己會好似村裏面嘅女孩一樣，有自由，有選擇。直到嗰封召入宮嘅詔書出現，我永遠係你嘅朋友。我唔知未來會點，但我會走落去。我唔係天生嘅勇者，亦唔知道等待我嘅係乜嘢。但如果前方需要勇氣，咁我會學住堅強。本王如今立以斯帖為皇后。皇有一族人居於李國各省之中，律法異於萬民，佢哋心存不臣，不遵你嘅旨意。你想點？佢哋唔配存留。呢度有10萬他連得金銀願獻於國庫。你認為該點做，就照你嘅意思去做啦。屬於我哋嘅日子終於嚟到啦。你唔好以為身在皇宮就能逃過呢場災難。若你此時選擇沉默，猶太人也許會從別處得救，但你同你父家必將滅亡。或許你如今得着皇后嘅位分，正係為咗此刻。傳話俾末底改，請佢叫傳書山城所有猶太人同我一齊禁食3日3夜，唔食唔飲，為我祈求。我唔係一個人去行呢條路，佢哋嘅心同我一齊行入皇殿。請你同我一齊禁食3日3夜，唔食唔飲，之後我會進王嘅殿見佢，違例也要去。我若死就死吧。